中華時代灣南北管戲曲重要的傳承地廟會，也是定定會聽到老的北管音樂。也在如果寫背後，其實有傳承數百當一個客觀的故事。大家聞綜藝園區的舉辦展覽，透過古相片、透過文獻甲樂器來紹介李春元、葉樂恩這兩大客觀的發展，要讓民眾更加了解中華北管的歷史甲文化。中華是台灣南北管戲曲重要的傳承地區之一，原來保存儕傳統的管歌。第一本創意園區即屆甲台中教育大學合作，舉辦中華城北管風華展覽活動。禮拜開幕即天，佮特別邀請中華李春元來表演。我是要來看表演，因為我較介意就老嘞，跟他廟會的那個氣氛，你會了解伊這個歷史、這個文化。一開始我對這嘛無興趣，但是慢慢接觸了後，我嘛感覺足好的囡仔學習的文化。主辦單位表示，中華李春元甲葉樂恩是原來發展超過100年的管歌，分別代表元派甲延派。過去這兩派定定互相拼場，合作延元家。這屆展覽就為兩大客觀的故事出發，透過管歌的歷史、北管音樂、主題戲甲民間信仰等等的內容，呈現中華北管數百年來發展甲變化。較早中華城4個城門，伊就有4個管歌，就剩東門葉樂恩甲南門的這個李春元。而阮有甲這兩管借着因較早出陣甲演出咧使用的旗啊，有大旗啦、西頭旗啊，甲因的樂器。過去有一個北管的對立叫做延元家啦，延甲元吼，為着迄個家己的名譽吼，產生這個對立，這個記憶吼，我想中華人可能攏袂記哩啊。主辦單位指出，中華最後一屆的延元家是佇1950年代，這陣已經愈來愈少人知影咯。透過展覽，要讓民眾了解什麼是北管音樂，嘛希望把佇這片土地上流行的民間音樂北管有機會加入現代人的生活。記者楊淑靜，中華報道。